今啊，继续来看屏东的春日乡，这个月月初，有一个3岁小男童，和隔壁的比特犬这种狗仔夹死。事后，这只狗仔送送到收容所，当时佫一度要甲安乐死，即马出现着转机。屏东县长潘明安讲，等司法判决了后，等这个后续的评估，会来媒合着专业的人士来认养这只狗仔。伊伫甲东部志刚山的这只名叫做索尔比特犬，伫今年12月初2迄一天出代志，地点伫个本来主人因兜住的屏东春日乡内，驾驶厝边的3岁查甫囡仔。对，很自责哈。代志发生后，主人真艰苦，嘛想袂到讲会出这款代志。虽然唔甘，伊愿将狗送入去收容所，因为驾驶囡仔捌面临被人道的处理，也就是安乐死，引起网络热烈的讨论。未少乡亲也有动物团体透过县长潘明安的面册为狗请命。经过报告外月，这个代志出现转机。潘明安出席一场认养狗活动的时，对着媒体关心的比特犬所有的代志，伊讲会等到所庭事告一段落了后，县政府会细心评估一个适合的人，因为是农委会列明的危险犬种，所以讲会交予专业的人士，未提供予一般的人去认养。